充電先得㗎，電都冇嘅，係插下邊啊。得啦，開始介紹啦。慢啲啊，唔好咁快。開始啦。好，我給大家說一下這個恆溫台的一個使用方法啊。恆溫台的背後是個電開關，按了電開關以後，恆溫台通電，這是關的狀態，這是開的狀態。然後正面有兩個表，一個是實際溫度表，另外一個就是設定溫度。這兩個表的話呢，我們主要來說，設定好了預定的溫度以後，通過看這個實際溫度，就可以了解到這個工作這個平台的溫度達到哪裡。一般我們設定溫度在250度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後設定這個溫度呢，這下面有兩個按鍵，這兩個按鍵是調節的溫度高低的，通過按鍵可以做一個微調，是吧？溫度多少可以通過這個來調節。然後這一邊一個按鍵，主要的作用是一個小數點的移位，我們可以按這個按鍵，移到合適的位置的，是吧？移到合適的位置以後，我們只要通過這個另外一個按鍵來按一下，就可以達到這個設定這個目的。你可以試下設定啊嘛，移下佢最近啊加減啊。加減。你移到嗰個位10位啊加減啊。再調翻250。再揸下呢啲板，一張一張介紹下。通過呢啲恆溫台可以拆嗰啲邏輯板嘅 IC 啦、電源 IC 啦，同埋指 IC 啦嗰啲，同埋換燈枝啦呢啲，同埋接口啊呢啲全部都可以用啊嘛。呢個 VGA 嘅喎，嗰啲唔使理㗎，你到時候可以換其他芯片啊。你咁忙呢個佢忙咩啊？係啊。有飛機未收？你叫佢就喺度坐。一張一張揸起佢哋，可以收呢啲板。介紹下。這個恆溫台到沒有？這個恆溫台主要的作用呢，就是一個 IC 的更換，是吧？各種的那個手機板、邊板，還有那些主板之類的接口更換，都是可以通過這個恆溫台，是吧？然後所有的燈條、燈柱的更換也是可以利用這個恆溫台來達到這個更換目的的。咪好似換燈條啦，燈枝。這樣嗎？现在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灯珠的一个更换。放上去这个恒温台以后呢，大概等30秒左右，就可以把这个灯珠给取下来。放翻好啲，你咁樣放翻唔肯定，咁都得嘅。都冇問題。好操作。係咪啊？燈珠可以取下來了。放冇放咁遠？
放遠都睇唔到啊嘛。放喺度。攞落嗰個。你放咗上去先放芯片。嗯？放咗上行緊台先放芯片。佢會唔會快唔會用啊！你咁樣點睇得出佢靚嘅視頻咧？就咁樣。就先呢個先。肯定啦。先放上先。你放喺度做咩？換咗喺邊度？呢個。部分係其他嗰啲。最試下呢啲。我啱啱帶佢過嚟，我嗌佢過嚟買你哋車都話等佢哋車都快啲。你睇呢個咪有咯？嗯？呢個唔好放嗎？幹嘛？你好先啊。用咩？等陣先，照下換款先。你好放下，因為鏡冇對到㗎嘛。沒有。連窿咗係咪？得咗啦。放。有。然之後裝呢啲 IC 啦，呢啲 IC 冚佢落嚟，打啲膠俾佢，打啲石膠俾，打啲嗰啲做人膠，做人膠，然之後掹佢出嚟，再裝翻入去就 OK。
然後等陣都可以拆下呢啲接口啊，呢啲同埋換呢啲接口呢啲，同埋呢啲管啊呢啲。嗯。推薦埋。嗯。啊。嗯。全部用未用啊？用晒㗎啦。仲冇點咩咧？攞嘢。唔好攞呢塊板啊！你就係鉗個 IC 出嚟得啦。就咁樣唔喐㗎。夾起佢。好啦，咁啊跟住可以再裝翻啦。對移翻俾佢，慢慢移翻啱呢個。前後左右。移啱。鑿住隻板啊嘛，你唔鑿住張板點？哇！你咁樣咪揭晒咯。衰咗。咩衰咗？温度高咧就要白嗰啲手勢魔。等陣佢會燒翻。攞佢件啦你。呢啲板唔襟玩呢啲板。唔會嘅，呢啲就係經驗嘅問題。我都拆咗2次啦已經。呢隻？唔係，呢啲動作都唔夠快，啲温度調高都因為你。我等你拍啫喎。放翻落去啦，放翻到下邊啊，放下邊拍下佢得啦，放喺呢度拍下佢得啦。試咗呢度估咗。唔拍嗰度唔得啦。睇唔到嘅我哋。佢換下呢啲接口換唔換得到？咩接口？呢啲接口啊？咩接口揾到啦？扣住個邊呢度換嘅接口，唔理㗎你就係咁樣扣住呢度換得啦，咁樣扣住呢度個接口。
放翻落嚟先，放翻出嚟先，放喺台面。再打啲石膠佢，唔使打石膠嘅，叫唔嚟移走佢嘅。嚇？打石膏落去。你打嗰啲做唔夠得啦。做唔到？嗯。打翻石膏喎，唔好夠石。唔夠石咪打石膏。打啲石膏冇事。嗰張個盤嗰度。這個唔夠。做盤盤就搞掂。呢個點嚇？呢個點嚟夠啲。如果放正之後放上去就穩陣啲。唔使嘅，你啲技術差啫。好啦。咁等嗰度夾仔夾佢就咪得㗎，等我行。係啊。慢慢放鬆。嗰邊仲未落嘅係咪？落咗㗎。落咗㗎。嗰手靚啲啊，加翻啲石落去上面。再慢慢移翻落去台面。移落台面。再換下呢隻 IC 得㗎啦，呢種啊，呢隻，呢張板睇嚟都係好好地，佢都唔會壞蛋嘅。用呢隻，我整呢隻，先打啲石膏。右邊嗰隻你整過先啦嚇。睇住佢用乜鉗啫。先打啲石落先。啊？放石喎？石膏啊。放石膏先啊。你係放石膏，放石膏唔放石膏，放做膠得，唔好放咁多石膏，呢啲唔得嘅。唔好放石膏，放做膠得。我就唔放。一多咗佢就點啊？容易黐埋一齊。
標住。開始。嗯。咁你用咗隻放去度攞個鑷仔喐佢。係啦，方向都搞錯。冇所謂啦。點？翻個睇下你好似啲協長咁嘅。換翻個點，我去咗啲戇居居，得唔得㗎？啱位。啱嘅方面。得，嚟個。你唔知人哋睇你做嘢係夠嘅喎。嗯。係有協啲嘅人哋覺得。未有咁快啊嘛。差唔多。樣樣地對準。到位啦嘛？嗯？係啊。係啦，買隻玻璃睇。要攞你身份證係咪？又攞我身份證做咩？要攞嗰隻嘅話，佢要攞車主嘅身份證。個個都攞我身份證㗎，今日咩情況嘅啫？